师傅还没听懂吗？你敢动艾麦拉一分一毫，我定杀你！她毕竟是西域公主，素质累赘。椰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要不提前说一声？哎呀，鱼煎糊了，可惜了。这条鱼身体这么强壮，一定很补的。我们去旁边看看吧。干嘛你扔？你送我的，当然我来扔。气死你！如果当初我求可汗赐婚，你今天就……不要，丑话。它可比草编的蛐蛐好看。那是银色哥哥的心意，你这算什么？真希望哪天我能去长安看看，可师傅说他们在打仗。没事，我陪你去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那我就什么都不怕啦。我叫 Star， 我的工作是跑步，在别人头上跑步。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用，但确实也没什么用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飞你要升保啦！护观众吗？屁！那你要干嘛呀？抓住他！如果抓不住，就会忘了。又失败了，怎么办？你不是很喜欢跑步吗？那我们可以跑路呀。双鸭。都要来看哦！一国之后，我在后宫修身养性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！神地护花！你请安。你上车。有爱卿，国事艰难，朕有何颜面？扩充后宫。皇后什么时候会看账本了？拿，改。皇上，
咱俩生个孩子呗。你们俩继续演吧。边疆告急！许玉，我等你。我替你报仇去。世间万物因一念而生，也因一念而灭。如今西北流言四起，真假难辨。咱得尽快赶往凉州，查明真相。暴虐的王啊，复仇的时候到了。我当时在救人，我是清白的。所有人都认为我是肇事司机，说我是凶手，没一个人为我说话。家里东西我都已经拿走了，钥匙留在客厅桌子上。我怎么做你才会原谅我？我还能怎么样？我看不到未来。爸爸，你请我。我看你呀，也没得啥子本事啊！我也不晓得你为啥非要在北京待着去。我他妈进你那儿干啥去了？看来曹当家的骨子里还有几分志气。只可惜，比起你祖宗，更多了几分愚蠢。小阿兰，你命不久矣。告诉我，如今的你到底要什么？告诉我。我欣赏你，是因为你有称王的潜质。只是这天下容不下2个王。